散光是一種常見的眼睛屈光不正的現象，廣泛發生於不同年齡段的人群中。如果散光得不到矯正，不僅嚴重影響視力，還會導致視物模糊、重影、變形、疲勞等。當散光合併白內障疊加影響，使視力下降更加嚴重，遠處視物更加模糊。普通的人工晶狀體可以幫你解決白內障的問題，但是散光還需要借助散光眼鏡或後續屈光手術矯正。如果你不想術後再佩戴散光眼鏡，可以選擇帶有散光矯正功能的人工晶狀體。出行安全，開車自信和散光眯眯眼睡拜拜。植入多焦點散光矯正型人工晶狀體後，白內障散光患者的生活因此發生了轉變。一次手術同時解決5大問題：白內障散光、近視、遠視和老視，看遠看近都清晰，和眼鏡徹底睡拜拜。從此告別到處找眼鏡、頻繁更換眼鏡的日子，無散無憂，輕鬆脫鏡。視力改善後，生活更輕鬆，精彩樂無窮。人工晶狀體的選擇和多種因素相關，醫生會結合你的實際情況，給你最優的建議。請你和你的醫生詳細溝通你的需求。如果你對人工晶狀體的選擇還有疑問，可諮詢醫生或關注恩愛精彩公眾號。屈光性白內障手術為你重煥精彩人生。